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，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来看第一个提示。朱麒麟上介意，哦，朱麒麟上介意的哦，阮介意啥话咧？好，来第二个提示，吹落去，吹落去。朱麒麟上介意，我吹落去是啥咧？哦，来第三个提示，摕到100万的时阵，摕到100万的时阵，甲吹落去哦。嘿，来，要来哦，来，要试看麦，破声，好啊声，为什么？是安怎？因为朱麒麟上介意大家甲伊拍破，拍鼓啊！哦啊破声甲吹落去，有无？哦摕到100万的时阵，足欢喜的，就是爱拍破。哦，好来，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是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，哎，破声，来，老师破啊声对唔对？对，正确，好，你快好，来，分数。恭喜哦，咱的评价加5点。好，来继续看来颁奖的时阵，颁奖典礼，嘿，啊，伊的声音就是啪啪啪嘿啪，哦，好啊声，厉害哦是手真紧哦，好，不要紧，还有一题，我要出题啊哦，好，来，一题几个字？ 3个字，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。妈妈骂囡仔，妈妈骂囡仔，你骂啥呢？哦，来第二个提示，无代志做，妈妈骂囡仔无代志做，哦，有无？来第三个提示，像蛇咧行动，像蛇的行动，蛇是安尼呢？哦，无吼。来，啰啰嗦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蛇，嘿，啊，过来，嘿，伊个嗦来嗦去，是嘿啊，啊无代志做，就是讲你规工啰啰嗦，像海扇共款。想着海产就有嗰个是都大吧？是。好，来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。啰啰嗦，来，老师啰啰嗦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来，海甲加5点。来，咱个看着了，嘿，伫外口流浪啦，嘿，妈妈拢爱骂嘛，是啊，世界安尼，世界隆动，隆动安尼啦，是就是乱乱说。乱乱说好听。哦，会不会直接赢啊？起码拢有啦，是拢有啦。哎呦，哎，无定着哦，来你会感觉是真徛的山鸟。嘿，我感觉是因为无共款的山鸟，无共款的人。哦，一个人代表一个山鸟，对对哦。对对对。哎，嘛是有道理你呢。看，靠山讲的就是人嘛，吼。是是是，来，咱听讲是贴开的阿姨啦，海山姨啊，海山姨啊，你感觉你嘛是算真徛的迄落山鸟？我是分散风险。其实我嘛无了解，你嘛无了解，你头这，你嘛是哦，了紧啦，风险分开这是对啊，有啊，不过咱即马看的吼，比上侪人呢。系啊，是我来问一下吼，来，角头，来，咱捌演过角头，就因为角头摕到奖的，你知影角头的意思？啊，较早就是共款信用的地方组织，组织，斗阵保护家己的厝内安尼，邻里安尼，系啊，所以应咱这该是个地方的就保护咱家己的，定家己的所在叫角头啊。哦，哎，嘛是有道理咧，吼。来，我来搁问一下，梦想，是安怎大家拢会徛？来，内克来，内科，嘿，来，伊讲你嘛是共款，对，你知影？嘿，因为食朋友老师有甲我教过，伊讲安平遐啊，个阮台南有无就坐角头啊，大家轮流上普渡啦，啊轮流拜拜啦，所以迄个是有共款信用的所在。哦，小黑老师有讲，小黑老师教，因为角头无定就是毋是歹啦，对啊，嘿啊，是一个所在的物件。哦，小辉老师，我唔知啊，伊遮准哦，如果有准啊无准，我嘛唔知影哦。唔对了，算伊的哦。对，来，海山妈妈，一个呢，真孤单。真孤单。啊，万不离丢就是你一人对啊对啊你知影日语的歹囡仔是叫角头吗？用药的，应该是，应该是，这嘛是风险甲分开对，啊。嘛是分开风险。看起来敢真简单，不过敢若无啥简单呢吼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了，健康的答案是。来，咱嘛
生的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角头哦。好，来老师。好，迄个头是毋是有足侪种意思的吼？啊，有当时毋是真正咱即个头，所以咱会讲砖头啊，所以迄角啊。也是讲迄个所在，也是咱有当时讲迄角是，拢是咧讲地方，也是讲来遮地头无熟，吼，所以是地头的意思。啊，因为迄个角咱嘛是有咧讲所在，啊，过来第二个意思就是讲，一般伊若做黑道的啊，啊讲话较大声、较红声，所以人拢会听伊的，所以因迄搭拢会较听伊的话。就那像遐头人共款，所以叫做角头。啊，啥会形成角头？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，所以因移民过来遮的时会带家己的信仰，也是带共宗共姓过来。啊，因就是拍好掠出亲兄弟会带做伙，所以就带迄角丝啊，也是迄角头安尼。啊，伊个是遐头人，所以答案就是角头。然后自己的迄个罗马囡仔是安尼记，安尼记啊，对，定定会听到，是安尼，大家搁较清楚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吼，对，应该大家拢会知嘛。系啊，去庙的时拜拜啊，拢会知嘛。请你讲者。我之前捌看过迄戏水台湾，哦，内底就有迄土地公变做是一个蛇。哦，对。哦，就一定爱去拜拜啦。对。嘿，刚才伊甲你讲来土地公看我，嘿，土地公庙看我一下哦。吼，保一下平安呐，吼。好，来，我要问者。你捌听过嘛？这应该你会信吧？吼。我你捌听过无？有听过，啊，拄则有外头看一个妈妈，确定一下。已经叫妈妈啦，差不多啊啦。已经叫妈妈讲抓，抓手，是啊。是，好，抓哈。抓。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我拢唔对。B。哦，明白哦。咱一般的信仰内底，风天晓土嘛，啊，所以咱迄个天顶就是天公，啊，所以管咱百姓就是土地公，啊，因为天顶是灵嘛。啊，所以迄个小灵就是溜，就是蛇，所以有人讲这蛇你若梦到的是，第一可能是土地公家己本身，第二就是伊的部长。就是派这只蛇来甲你讲，要叫你发财。啊，发财的时你爱紧的，若梦到爱紧夜香，还是款一寡敬果去土地公庙去甲土地公说多谢，还是去甲跋一个杯，请示讲伊是要甲你报去倒一个方向。所以梦到蛇无一定是无好的代志，伊是溜是小灵，会当上无互你发小财，然后赚大钱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今日看起来真像外国人伊有咧食汉药无？我知我较无，但是因为我头拄和阮队长讨论一下，我看伊的面，因为因兜敢咧本来是咧做迄个中药的，所以我就相信伊的讲法嘿。是哦。那是一个外国人的面食汉药嘛，不离啊赞。是无唔对，啊来，亚兔来，对。你嘛是选汉药哦。嘿，一般呐药材类的抓药啊，咱拢定讲什么汤嘛，是，所以有啲药可能较济较活。嘛是有道理呢。哦，是，明帅来，你今无讲话，你嘛感觉是汉药哦？我知影白虎汤是汉药啊，是安怎来形容讲，就是夹拼落，就是咱3碗煮做1碗，你就剩1碗。哦，3碗抓做1碗，意思就是全部拢变落去。是，对，你用安尼形容的，这过程吼。我用药的啦。你用药，无听到了，你药对哦。好，来，咱再用细命甲拨落去啊。来，而且佮拨共的价钱。共对的。是你真正甲拨落去啊？甲拨落啊。是，你的感觉是哦。细命。因为拼白虎汤吼，我会讲是哪会细命。白色的虎啊，当地啊，我就喊你拼，参拼啊，白虎汤就白色老虎的血啊呢，都是性命。我那听无啥有你讲啥，我是我那回回。意思就是拼落去就对啊啦。拼落就拼命就对啊，拼命。是啊，用性命去拼啦。是。哦，不要紧啦，伊的形容是。袂歹啦，是家己啦，哈。这你是牺牲还是？一半。哦，一半。系一半。不过我感觉你真有可能呢。你徛在遮嘛就有胆量啊，讲你一个。
是真好真知啦。因为你感觉是胆量。啊，要甲伊拼嘛，爱叫小爱先，胆量爱先，叫小爱出来。因为你也看孤注一掷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会甲拼落去就对啊啦。这过啦拼一个，我就100万就够使啊。有影呢。其实嘛是真骗人，你看看，汉药是个人的性命的嘛。对啊。不过伊即马来个性命，啊性命你这真正有甲尾啊、上尾啊连落，有安尼胆量甲交落去啊，病甲会好啊。哎呦。真奇怪，拢会讲骗呢。感觉讲起来拢会通呢。啊，后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哦。真正是汉药哦。后来 B 甲 C。请回者。好，一般就是咱的中药也是汉药拢会使啦，吼。啊，一般是讲汉药啊啦，吼。汉药。啊，其实头前因拢有拍拼。啊，毋过到上尾啊，感觉头前安尼家医治拢无效，安尼啉拢无效，所以伊最后一贴，即内底药材有当时啊拢是以毒攻毒，哎呦，也是讲伊迄药材内底可能会引起副作用，可能落毋是生就是死，啊，就是爱拼，啊，因为即个好伫咱的风俗内底。拢是较免好，尤其是白骹茶，还是讲规身躯白，吼，像狗仔伊若白骹茶，人嘛一般会讲伊较无好安尼吼，所以咱即个白虎是比虎搁较恐怖的，所以就是最后的决定安尼，吼啊拼会过就是生，拼袂过就是顺其自然死安尼，嘿，所以就是拼白虎汤。哦，真有道理哦。第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，70秒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请回。哎呦，哎呦，接下来尽量药哦。韩刀路，好进卡。哦。哎呦，韩刀路哦，两讲好哦。哎呦，哎呦。好来，咱看秒数。今麦秒数够61秒，哦，用9秒尔。来，好来，第二题。2个字，2个字哦，咱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哎呦，哦，车地，汉餐厅进卡。啊，不是讲台语无好，台语真正有影无好。来，我看应该袂歹啦，吼，来53秒呢。哦，53秒呢，真厉害呢。好来，第三题哦。第三题哦。几个字？7个字。7个字哦，7个字哦。7个字，7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53秒哦。啊，请我看者哦。会当无？7个字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啥？哎呦，跳舞，哎呦，哎呦，7个字哦。7个字。什么？我手紧张，流鼻水，嘿，囡仔，爱对唔惊流鼻水。还在老屋啊！好，来看秒数，我厉害。恭喜今麦够31秒了。